无名无利的，无为。那么众生别所知障碍而得显现，咱拢去有咱的所知障啊。只要肯万年放下，再放下，一念不忘记了真就显。形而上的道即能呈现，好不？把形而上的道平缓平常、平时平淡，有拢像所以这个他们打瞌睡的，这个延续下来。那么知佛以种种方便言辞比喻开导众生，实践直培克制私欲，专精意志建立功德，同成佛道，共得解。众生需要自己培养信心，咱得要家己培养本来就是福啦，这个福咱拢欠培养，欠信心要事持善根就是要一直累积那个根一直行善事，使能悟入修道要义，知其如何修持，建立正确的理念，不被邪说所迷惑。迄讲唔对，无符合正理的这拢卖听。开始一听到就马上要知觉，不合理。真如离体离言觉思，咱的迄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叫做真如离体。他离开原理他也没有思虑所以就不能说了啦。离言觉思不以思量分别相应你思量都唔对，你分别都唔对迄拢不相应。亦不以自然法相应，凡尘所有的染法也都不相应。除尽其妄心分别，则真体如如不动如如就呈现真如离体，不立一法，放下尘缘使能气入，起心即臭，动念即观所以这边写的你起心动念都唔对就错了心行处昧言语道断，就是信念一个接一个，那个已经没有了，灭掉了那个处地方所在，那言语所能说的言语也没办法说了知一切法离说，一切法都离开这个言说，无有能说可说，离眼说相，无有能念可念，即离心眼相心不攀缘。所以我们最容易使我们烦恼的就是攀缘，攀缘的我们都烦恼不断都是烦恼。那么了达一切言说，言说就是相，即非言说，非言说就进入现眼说现空，所以所有的言说都是现空，说无能说所说，说即非说呈现的状态就是形而上的道。那么佛说法49年，猝然说，努力说，不问自说。要入涅盘之前弟子问如何来处理这49年所说之法。那佛就说，我49年一个字也没说。那菩萨听到以后就问问释迦牟尼佛以何根据做如是也根据什么安尼讲？我就回答以2种法做如是说这个变过来讲呢你们换过来有没有觉得怪怪？没关系，你不要顺那个学姐他应该来的意思。
印刷厂老板啊，叫300张全部印了，接着拿来看过，头家你来给我印啊呢？我给你爱看。啊，免钱免钱。真的哦。再另外印200张给那个台南桃园庄。这个我们台北要看就是要。可以啊，你要看一看就对了。嗯，我们看这个都不用钱。对呀。哦，这个释迦牟尼佛说，哦，根据啊，这个本住法，本住啊，就是原来我们佛性里面啊，它本来就有本住法，以及呢这个自证法，自证法就是释迦牟尼佛证悟的，他证悟的已经没有对待，没有两边，所以他没有能收，也没有所收。他说一个字也没收了，全部讲的都是从性海流入的真理。真理呀，没有落入言说相，没有言说，所以供出来都不是。这样了解意思吗？这个是修到蛮高的程度才会讲。而此两种法，皆是形而上谓之道之道。这个是拢都，所以才有一句说向上一早千圣不传。为什么这个向上一早千圣不传？就是讲那个自证，你都要家己本身去行到到位才知啦。别人无法度甲你看，无法甲你看到迄个目的，迄个目的就要你家己去去行，那个叫自证法。所以就讲说向上一早，千圣不传。那么若有能收所收啊，即是生昧。能收就是生昧，这是事相。之前都一直讲能收就是事相。那么生昧是人为法，佛不示现完整的来传六道轮回。佛来完成都是要救度众生成佛，因为为教众生去六道轮回。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他没有能收，没有所收了。他这个能收之前好几年前已经做过啊。那个纽约那个达赖喇嘛跟那个我们台湾那个佛学博士在对谈，就表现得最明显。可是那个时候，竟然很多人都看不懂。过去时常讲，有没有印象？有。就是那个我们那个台湾那个佛学博士啊，一直在发表那个高论，就是讲理论。台湾喇嘛他就举手，我们台湾那个高僧就跟他说，他来说，我可以问问题吗？你看那个高僧说，等到我讲完了，你再问。台湾喇嘛又第二次举手。我们那个台湾那个佛学博士要请他说，问题是你讲完了，我都不知道要问什么。然后那个时候电视还不是很普遍，去电视行看，反正是很多人嘛。台湾喇嘛记忆那要办，其实要顾名都没记。你看我们的思想不知道说那个里面他是在构造。等到我讲完了，你再问。我讲完了，是不是有我能讲？我所讲，我所讲那些内容我能讲能所是不是对待？是不是生昧？当然他没有说那个理由了。他跟他讲说，你讲完了，我都不知道要问什么。就是说，
过去啊，已经过去，我没有三心了。过去的已经过去，让它过去，不会过去改溜的。未来还没来，现在不住，没有三心。你看人安尼一个动作就表现出来，没有过去心，没有现在心，没有未来心。啊，三心拢无啊，三世哦，甲咱吸不着。咱有过去心、过去事啊，甲咱吸着；有未来事甲咱吸着；有现在心、现在事甲咱吸着。啊，咱伫咧三世内底拢有吼，伫咧六道内底，啊，一定六道轮回。啊，你三世拢无啊，过去心无，我过去世吸我袂着；未来事心无，未来事吸我袂着。现在心无，现在事吸我袂着，啊，三世拢吸我袂着，我会轮回啊袂？你看怎么样？所以嘛，那个羞耻的程度啊，真的不能骗人，给你供出来了。好，我想讲，他主持人哦，没有学佛理的。每样，然后大概有50几个国家实况传播，他们都是那个影像回去自己的国家自己翻译的。假如呀我们各位在看，他讲这样，我们会不会知道？不知道。会不知道他们是在构造？知不知道？不知道。很微细能守生美对待。所以，我为什么说我一个字也没说？没有能说，没有所说，没有能守，就是走入真理。你看这啊，无那样，绝对知道的啦。我这戆过去学，所以我这个13岁啊，一直到现在68，你看累计下来，真的不是每天吃饭，哪拢吃袂。那个很微细的地方，真的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但是呢，给你领悟出来，你也欢喜啦。领悟了以后，我那个领悟那个佛性不会痛那个时候，那个欢喜真是那两讲。我不是说去脚底按摩，去领会到说，真的呢，我们有一个不痛的嘞，那真的高兴。我那天去给他这个针灸的那个，我就好来试，哪有办法？这上会一直跟你讲。那个不能落入那个对话。对，要找目标，赶快转。你要对话的话精神都回来你身躯的结很强，他身躯的结很强，那个不生不灭你就不见了。不过你去体会那个不生不灭那叫奥妙很奥妙。我都教人我都不会看薄。你哪个体会你要先建立在那一种场合不能聊天你一聊天你神分散，你那个痛会很强烈。所以就开始假如说要去拔牙，它也很痛那个大良兄去拔牙，他真的就是用然后那个牙科说，我做20几年，我看到像你这勇敢，拢袂皱眉头，拢袂疼。以前我就是想讲，我一个做功夫传伊无你问大良兄，有一天我再搁叫讲互恁听。
拔牙把那个不是痛吗？吼，咱若咧磨喙齿咧做水用做疼，伊就是甲要做几疼的时阵吼，甲迄个精神转移，已经转移了。我唔知伊转移是用目睭看还是用耳孔听。我们可以请他算，因为他本身尖利，他有在后头讲过，我是忘了他，是眼睛在看形象呢，还是耳朵在听声音？只有那个牙科医生在称赞他，说没有一个像他那么勇敢。为爱来讲买皱眉头。他连皱眉头也不会，所以呢，我们了解说，那个佛他不传那个六道轮回的方法，都是要我们成佛的。那么了知一切的心念即非心念，念本无念，念无可念，念即非念。这个时候就是知妄即真了。因为我们要了解到，我们万念都放下，不要起心动念。没有念的时候叫正念，那我们有念叫妄念。它能够起心动念，就是佛性本体。佛性本体才有能力，才有办法起心动念。我们的脑筋那个器官不会起心动念，都是佛性本体才起心动念。所以之前我都有教人家观念，关照念头，这就是在关照佛性本体。你伫咧关照你的起心动念，就是在看佛性本体，不是在看我们那个头壳里面的那脑髓不是在看那个。你看那个一口气不来他敢是拢啊直咧，他有法度生念头无啊对，所以唔是他在生啊，我们的佛性本体在生。那你知道了起心动念就是佛性本体，你若直接起心动念，你得跟佛性本体做伙，不是又很亲切的吗？那不一样的，那么无说无念，顺名随顺真如，就已经随顺了真如。那么当知一念呢离言说没有念头，没有言说，别无真如。它所以念头言说都是真如。你看所以这个奥妙的地方，有的时候把说白说拼出来，把你背离我。有时候把它拉了，就是佛性本体，有没有？所以就是很奥妙。有当时还搞不清楚跟结假。以不变，就是体，随缘就是用，那你佛性本体不变，可是呢，我们佛性功能作用，它会随缘，会随缘。是故呢，起心动念无非真如。有时候把起心动念说的罪过很大，可是有时候你看起心动念就是真如，就是功德很高。所以这个就是他不容易了解的地方。那么众生呢少有，以为实有心念可得。我们早有的是比较多了，早空的会自杀，早有的较无要紧，较袂去行断路，所以宁可早有，如须弥山，不可早空，为戒的，早空危险那个都绝望无希望。实有言说可行，言说呢能够形容。那么即是呢伪密真如，那么即伪其性，真如就是咱的
佛性本体，那么允而可入，违背我们的佛性就没有办法进入我们的佛性了。那么若要证入真如，必须离念。当知离念呢，非是将其心念呢断除，只要了知呢，妄念本空，空即成见，把那个成见拢空，而念实无可离呀。念实在呢，不用去理。当体呢了不可得，不可得处呢只骂得。各位先生，这句话在哪里看到？那个永嘉大师圣道歌，对啊，永嘉大师就是讲这一句，说不可得处啊，只骂得，就是呢不可得的地方所在啊，即形而上的大，要把它小高说出来，还有成这，那么即是真如，即是呢，一真法界，真如呢假之言说。那个假叫做戒，戒之言说，真如戒之言说，而说无分别义，就是说没有分别的那个真理，无分别。我们呢众生呢就是很容易分别，分别心很强。那么依无能说所说而说，说呢即非说，文字性理。我们在讲那个大圣，讲那个大圣，那个思念处的时候啊，就有讲那个那个心啊，只有名，那个现理有没有？记不记得？观身性相，犹如虚空；观受不在内外，不住中间。观心但有名字，名字现理；观法不得善了，不得不善了。对啊，有爱想要讲就讲得出来。经过给你变的，经过给你根据气氛维护。所以这个文字现理。就是呢，跟那一个第三的观心但有名字，名字现理一样，当体即空，它的体就是空的。那么知妄消妄，所有的妄假的都消失了，都忘掉了，不真何在？一定真。只要妄念一空，真如之体自然而显。一切之法，唯是自心，无有能见，亦无所见；无有能说，亦无所说。见佛闻法，皆是分别。见佛闻法，要分别心所以一真法界无有分别，不起分别即能见佛。形而上的道，所以之前我们也是这样讲，若无所见，即是真实的见如来；若有所见，即是邪见，是不？那意思都能了解吗？要知道，我要出去讲我们听，让你讲你读得快。若无若无我们家说看到如来若无所见，无所见就是没有能见没有所见，已经融成一体了。它融成一体全部都是如来，所以我们这个虚空之间全部都是如来，它都见到如来。各位有见到吗？一定又是很迷糊的，都没有形象的，有形有相会变化。有形有相不真，全部都没有，不是真的。这个我们要听的，无所见，见如来；有所见就是有能见，有能见有所见，那个对待
那个生妹，爱去实践。所以啊，跟我讲都不一样的。非常一样，累积下，你看都是经过层层的那个根气啊，来源啊，去追啊，然后去实验，然后再讲出来，很平常，很平缓，很平实，很平淡，没有积极太快，而且做出来又很实在。可以让我们生活的平淡，讲的时候还说保证生活，非常重要。那底下呢就那个楞伽经啊，大会菩萨这个问释迦牟尼佛说如何记住修行法，讲要安怎好做一个真实在修道的人。那佛就回答说有4种法成大修行，有细究。第一个呢就是观察自心所现，第二个远离生住昧见，第三个善知外法无性，第四个专求自证圣智，就是具备了这4个法，就真正的在修道。那底下呢我有解说，若成就此4法，则得名为大修行者。那么佛又解说此4法的内容。第一个，如何观察自心所现？为观3界为是自心。色界规个3界拢是咱的心。山河大地万象万事全是真心佛性。离我所，没有我相以及法相，所以我们修道就去掉这2个我相及法相，无动作无气来，如如不动；有动作有为的动作，全没有，这个有为生灭的。那么无始执着过喜手心呈现的虚幻种种色形名言细服身心，菩萨如是呢观察自心所现，就是观察形而上之道，在其中，形而上的道都在其中。所以这个最重要的。那么第二个，如何得离生住昧见？所谓呢，观一切法如梦幻泡影，自他自己以及外面的所有一切，称为他，集聚皆不生故，家己也无生，所有的万象万事，嘛拢无生，我们望见生灭，拢无生灭，咱望见生灭。那么随自己的心量之所现，见外物无有，我们的心量现的时候，看到外面都没有物件，迄拢假，拢眼即则生呢，眼散则灭。那么见之事不起，迄个见，看到什么物件生出来，就拢无起迄个认识都没有起那个认识。其众言无期，那个眼即则生众言都没有忌讳，无忌讳就无生，无生就无灭。由分别因缘起3界，咱的分别心真强，较强到呢有这个欲界、有色界、有无色界，起这个3界。那么如是观时若内若外，一切之法皆不可得。安尼伫咧观照的时候，内外所有的万法拢得袂到，拢无办法。那么皆有实体，
拢无实在的体，拢假，就远离啊，生见离开迄生见界出来，证悟啊如幻现，凡尘的所有一切，都是幻，敢若幻灯片照出来，念的就无去啊，即时逮得无生法忍，已经得到迄个无生，无生法，人呢是安住不动，安住不动呢在无生法里面，它无生就无昧，所以今呢而脱离苦海了，住第八地，就是菩萨的不动地。菩萨呢到第八地就不会退转了，还没有到第八地就会退转。那么了解心意识我，就是名相分别如如正智，我们用心意识就是了解名为得来，相为得来，分别心为得来，如如为得来，正智为得来，都能够了解。刘总师，他这个如如跟正智，他有一点要回到佛性本体还没到，还没，还在修的过程，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为什么有55个位阶，为什么有那个顿超，就是那个很快还入地到火地，有的就是要一步一步的，像55步才会到，有的就一步就到，不一样。虽然有时候名称是一样，像那个无畏百华，无畏百华六个无畏都列入其中，虚空则昧，非则昧，然后那个昧尽，然后跟如如，跟还有一个什么，像虚空则昧，非则昧，不动，还少一个不动。不动，然后那个无为在其中，无为化。所以有这个有修道者问那个禅师说为什么无畏百华把那个无法也列入那个其中？提供那个是跟我们凡尘的，好像生死涅槃相对待相类的。你没有生死就不用涅槃，所以讲涅槃要加一个大涅槃，就超出生死的。不然我们讲涅槃的时候是跟生死相等。那个那个张守秀的才会说生死涅槃等空法，平等的，好像空中的法。他会说平等就是两个对待。假如说那个无为法是对待的，那一样也是在凡尘，不是超越的。他没有对待那个才是，加一个大涅槃那个就超越了，跟生死都不平等的。他光涅槃跟生死平等。所以底下呢，无我相无法相，那么转所依止或亦生身。那大慧菩萨又问释迦牟尼说：以何因缘名亦生身？那么佛就讲：亦生身者譬如意气，咱的意要去倒位？像即摆讲咱喺台北车头，咱的意已经伫台北车头很快速即无碍拢无障碍，名亦生身。譬如心意于无量百千有形之外，一先所见的种种之物念念相续即意于彼，就变得高压去非是其身及山河石壁所能为碍。身躯甲山河石壁拢甲挡袂掉，亦生身者犹如是。它如幻三昧，利通自在。那个如幻，虽然是正定可是如幻。
知相庄严，一本成就众生厌故，犹如意气生于一切诸圣众中，是名菩萨而远离生住灭见。这个第二个，第三个，如何观察外法无性？会观察一切法，如阳焰，如梦境，无始细论。我小刮武功演戏的台词种种那个执着，希望恶习为其因，如是观察一切法，即是第四个专求自证圣智。我们在凡尘要专求自证圣智，能够自己证悟那个圣人的智慧，专求形而上的道。记住如是四种法，即成大修行者。忏悔菩萨又问：为言语是地狱为所说呢是地狱？他佛告他会：非言语是，亦非所说，两个都不是所以故第一者是圣智内智正见，就是已经到达佛了证悟的境界，非言语分别自见。言语分别讲的都不是，言语分别不能显示佛言言语者起灭动摇辗转因缘生，若辗转因缘生于第一义不能显示。第一义者无自他相，无言语有相，不能显示。第一义者但为自心，就是看到咱的心那种种外相悉皆无有。就是形而上的道，信道贵笃，所道贵坚，道之在身如生命是不可失，不以外物移其志，不因事实易其超，而后能安以贫贱，居以下位，不羡慕人的那个繁荣，故能君子人可见贤者，道不离人，人自离道。黄心若歇歇即菩提，放下万年即如佛。我们佛老师也说，常明般若妙心勤此智慧利剑，了悟真法，明彻假警，明心见性广行功德。这个是学姐吹出来的结果。有没有晓得很明白？形而上那个位置道的道讲的都很明白。有问题吗？还有2分钟。好，请说。请问一下，就是上面的业一个要往内去生生如一体那就是这一个做这样的真的做到那个一转念，那个自信就啪就出去了吗？要不要酝酿很久？那个是我们要事先要有心理准备，然后要笃定我们的自己的那个做法，因为不能跟人家聊天，你一聊天精神会回来，它会分散，你要做什么功夫都做不成。所以你做的时候，就是人家讲什么话你都不要反应，你专注在你的意念里面，专一就是道。那个时候你专一了，看书要用眼睛看的，耳朵听的，你就专一。专一的时候你去接受那一种痛的时候，那痛就会消失，会变成佛性出来，是这样的啦。不是说雕还有那样。昨天老先生大德一起感谢各位先生给过学机会学讲。我们今天这个手上各位都有一张这个形而上谓之道，所以从34片那个台南中医宫 DVD 所讲的课延伸下来，因为34片
讲65章那个道贵章，那么讲到呢这个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就把那个老子的那个道最高的程度呢都呈现。可是呢在说的时候啊，这个同一公呢这个全部大概10%、7、8都睡着了，功效很好，剩下没有睡，大概10个才剩下1、2个在听了。因为后学在台上没有看到大家睡觉，所以都一直讲得很努力结果大家都没有反应。或者就很奇怪，今天怎么大家都共同和的，都不爱语。其实在底下拍 DVD 都大家都困去所以延伸呢，或者又回来，把那个形而上的道又加以延伸，把它呢这个更阐明这个是我们修道者追求的最高程度。所以或者呢就请那个陈秀慧把那个34篇他看到的心得向大家报告。因为或者有特技呢说大家都睡着，你不能睡，你要把那个你看的里面的精华向大家报告，然后呢再来延伸这一章那个形而上的道。他在新庄我们已经也讲过一次然后我们就同样以新庄那个模式再讲一次，讲给大家听。要不要用麦克风？要不要？把那个因为34篇我们可能也都还没有看所以那个有看的还有了解到里面讲的内容吗？因为我程度不好，因为那个就是我们修道在追求一个最高的法门所以不是很困难，可是一定要有巧妙，一进入要有巧妙。刚好那一片就是在讲那个巧妙，怎么样进入都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向各位阐释不知道那个效果竟然那么好。什么效果？催眠术。那个竟然大家一听都睡着了。怎么会这么效果这么好？或者是很奇怪想一想，我们可能那个根基都还不够所以在听的时候那个整个那一些冤欠都把我们挡住了，不让我们听了。说你知道这个的话那你成佛一定有份较慢的，这无加减还一寡的讲。所以说让大家睡着了，那或者就想说，这样就太可惜了，这么殊胜的法门一定要先建立正确的那个观念，往后我们有听到人家讲，有一些法都是方便，那我们走方便法门久了以后会有法执那法执一在我们就不能成就。所以这个就是要去掉法执的最好方法就是走入最上乘的那个独一无二的形而上的把那个道整体都在我们心中生根。那这样的话绝对成佛都没有问题只是时间早晚而已一定可以成就。所以特地把那个65章道贵章加以这个阐释。可以有的有看那是更好，看了再来研究的话
那意思啊，大部分会更了解。哦，因为这个形而上的道，并不是那么困难，只是我们都缺少那个巧妙，没有办法记录了。那只要我们记录了，人家再怎么讲都左右不了我们。开始吧。李老师跟学长好，或者觉得在四川考试好，比如在最近这个作业或者看了34遍那个第50好像是56章，对。我就觉得心里面真的很多，就是刘老师跟我们一开始我们接近心理学法或者讲光明上下对不对？从叫我们慢慢从10秒钟或1分钟走到10分，慢慢的，我们才真正知道什么叫260周。因为以前说260周常常不理那个，然后我们只知其一，只知其二，也只知其所以，只知其所以来。好，真的我们就是这样。不太了解他的这一点，然后从荒原放下一念之间开始启发我们的活性，我们的自信活之后，慢慢我们真的开始亲近自己就觉得很舒服。如果能够沉浸在那个活性当家真的就慢慢的才真的算在休息，或者是因为以前我们从改劳力去那个是真的在我们身上来讲是真的算是比较就是比较一般就是我们本来就要把我们的体力劳力，或者看那个新闻也是一直强调这个，真的要从这个一直去掉才有办法谈到形而上的道。所以呢，听34遍或者觉得真的让我们真的更上一层让自己再慢慢的去领悟到那个佛性要怎么分根，就是改转哪聊，回家或者然后再来是，我也觉得真的要从光明上下里面是真的，我觉得真的很难，因为我也觉得我们真的每个人都在不管在自己的家庭、自己的我们的群居的生活当中，因为我们不是像一般的出家人真的他们抛开这个凡尘，然后红尘，然后到很亲近的地方休息，会觉得那个你来做，会觉得因为你那个不会去然后基本上呢，今天灌输的，你不会说很多人事物人见事，但是我们现在面对的真的是很多的人事物，但是我觉得要不断的去了解那些意义，所以我们真的现在是要在而不染，然后出离而不染，就觉得真的我们真正然后让自己的起心动念，所以学长是他讲起心动念就是业，然后你有业就会动，会觉得这句真的是变成我们自己的作用。你一直念这一句，然后又忘记放下一念不生，然后你真的就是不会，就是发掘你那个情绪，每个人。那个起心动念都从佛性出来，但是我们现在真的察觉到了，起什么心自己都了了分明，然后就赶快把它想一下，就是觉得真的，然后听了那个就是觉得，我们再来就是进一步那个刘老师讲知居和龙蟹，或者不听刘老师讲那个课因为都没有打那个字幕，或者下来就紧张一些。后来现在网络很方便，就把它打下来，才知道后学的字都不对，是这个知居而龙，后学写的字都不对，真的。然后自己现在都会去找，才知道说很多字都不对，那意思就完全不一样。知居而龙蟹，淹没而人生，神动而坚决。后学第3句真的神动而坚决，你看我们每一个人的起心动念，真的跟老先生的电波就直接打上去，真的你没有办法说我在干这些把你拿下来，真的没办法。我们每个人的起心动念跟电波真的很快，所以在新闻里面就讲到说，现在都电脑都很厉害了，然后都是要Facebook，然后他说我都要不止下我才跟这些年轻人，但是他讲的一个重点，他说，但是我的心比你们都还快，然后我的感应也比你们都还灵敏，所以虽然这个科技多么的发达，但是呢，我们这个都是从我们的自己去研发出来，都是从我们的
佛系去制造出来，所以我们最重要还是要把我们的本心下手，不然真的很多我们走了10年、20年、30年，真的，就说我们不知道能够让哪一边是我们的终点站，我们真的是可以再这样迷迷糊糊下去，所以特别觉得，内容很多啦，或者题目的也很少，真的最重要就是真的要守真常，去那个真面的心，让自己的那个真心啊，长空容易不在。或许在学习啊，是真的大家一起研究哈。有时候在这里刚好想到的，有时候那天老师我们说，好，还有好多我没想到，但是当下就是空空如也。谢谢老师，谢谢。好，谢谢。那换你也跟人家大家讲。啊。换你跟大家讲。好的。我还没程度。没有关系。不学也心得。有时候我们上班来听课的时候真的很累，就是有时候提一个问题之后，那个精神都来了，就那个累就不见了。所以我觉得发觉哈，讲精神或者提问题，真的可以让我们精神更好，会或者是经验。所以理解。那你看了34篇的那个心得报告？我再来这边讲。看这一遍。其实我看了几次，我看了可能3、4次，因为金庄有讲师讲，你那一遍看不懂就是没程度，那我在考我自己。所以我这2年这个拼命的跟班，拼命的这样子，我要看我到底第一次看得懂不懂。那第一次在看的时候，我是有点浑浑噩噩的，因为大家讲话然后呢，大家讲话有爱主爱主的反思过。好，那第一遍看完是这样的状况，第二遍再看，有点懂了，然后第3遍看的时候就完全知道了。可是第4遍的时候，我在看的时候，我在想，我要让我自己知道，我就想知到底在讲什么，到底这个他要把我们拉到什么程度啦？那我也是看这样，那我觉得那一遍真的很棒，真的值得看100遍都值得看，真的很棒。我觉得有2次每一句话，像我今天早上吃饱饭，我吃饱了，我在想护士教我吃饱要坐着不要动，我在想像我习惯吃饱后在做10分钟，我在转的时候，哇，怎么随便转每一句都是宝贝。所以我觉得那一片真的在我们修行上可以提升帮助我们很多，我很珍惜这一块。我觉得以后我会帮我直接把这一块拿来看，这样子，特别是这样子。你的后面没成绩啊？因为我们这边算是时间蛮长的7、8年了。那个气氛都还没有培养的都很热络了，所以附送的那个情形不多见。那我们现在呢，借着这个已经有很多这个新手加入这样的话会互相提携，互相勉励，这样进步会比较快，而且修的方向假如说有偏差的话，我们也会提出来探讨，不然默默的做做错了都还不知道，等到要改已经习惯性养成了，养成就不容易改，所以我们在开始下手的时候就是要正确，方向正确，目标正确，做法正确，这样呢一路走来就一定会成就。时间早晚一定会成就，所以不用怕呢追生不会成佛都不用怕，他已经呢都在这个新闻之中都有建立的，所以只要我们把那个观念加强，这个对自己新闻里面那个程度加强，对完成的成果就会慢慢消弱因为我们占了非常多的成果，自己呢都不知道。不知不觉啦，错了都不知道，所以借着呢大家互相研讨的时候看见自己的错误，然后用心的把它改过，所以真的修道呢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
看呢自己啊愿不愿意改，愿意改啊，那个啊，真的是那个路啊非常的宽广。那假如说自己不愿意改啊，走的路就很窄啊，所以都要看自己啊愿不愿意，只要心都放宽了，我们容纳就大，容量大了，我们的进步啊就快，就知道的多。知道的多呢，我们多闻的话呢，对我们新闻之中呢，那个佛音啊，重的就比较过，一方面呢，我们又生值得本，帮助人家，这样呢，生活起来啊，就会很快乐，不要等到以后这个归空回去了，在世的时候就很快乐了，所以呢，或许在这边跟大家勉励。那呢，本来还是要想看看哪一位想发表一章啊，因为是形而上位之道，已经呢都把它落入文字啊，从那个34篇延伸的。那为什么开头就用天命之谓性呢？因为可能我们又有一个天命的一个让我们又一直在提倡道真理真天命真所以不知道天命是在讲什么。我们所追的天命就是凡尘的0点人师去办到那个就是天命那这边呢或许就把它呢直接点明天命就是我们佛性，我们佛性就是天命，你追就是要追这个真心佛性才是追天命不是呢你要追求当点人师，那个当点人师不一定成佛啦。当点人师到32道去也都可能啦。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那个一个假名相。那因为呢，大陆有13亿的人口，上天不会慈悲我们只有2300万，他要照顾13亿人，其实有20亿有的一胎化政策都没有报户口，大概有20亿的人。那我们这么一点点的点人师要去办这么大的人数一定也忙不过来，所以很多人会领天命去办，所以那个不奇怪啦，只是那个是短暂的使命任务，只要你到达涅槃了，你那个就没了，你所领的天命就终止了，就没有了。然后我们天命之谓性的性它是永远存在，不生不灭的。所以我们就是要追这个永远存在的那个天命之谓性那么此名人生之本，我们人生的根本就是天命，就是佛性就是天性之源。我们呢本源人道呢之所有成为什么会有人就是天命，我们有天命呢才会成人道人之性呢只是太一温元之气。气机真见，这个呢是老子的口气说呢那个气就是我们的佛性本体。那么说既然呢称性，则是呢恒常之说，就是永恒长久这种说法不是变来变去的。那么实测三际，这个时间呢它贯彻过去现在未来。我们的佛性呢贯彻过去现在未来所以《圆觉经》里面有记载，我们要呢启发呢自心闻思觉者妙慧那个天命之谓性就叫智。那么圆满呢自性普贤恒沙功德那个普贤也是我们的自性，就是显。所以底下呢就讲说头轻珠以走水，水不得不轻我们投佛想以还心，还心不得不佛。所以只要呢我们把心都呢投入佛性之中，那我们呢那个还心一定呢转成佛性所以当信自心，要相信自己的心就是天命之谓性一定要相信。那么它呢无助性，没有依助，没有依赖那个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完全都是空了，无一住啊，全部呢，都没有依赖，哦，妙慧解脱，到那个没有依赖，哦，我们奥妙的智慧啊，都已经呈现，啊，已经呈现了，就能够解脱，哦，是自闻思，自己呀，就是闻思，自己呀，就是有智慧，所以闻思呢代表智慧，那么于心呢，无一处中啊，无性妙理呀，有自在分别，哦，有那个了了分明的自在分别，所以或许有小花舞把那个自在分别啊，就是我们那个了了分明那个佛性的本体，哦，因为怕我们看到分别啊，哦，又是认为分别心。那么无性可动啊，名不动的佛智，没有性可以动，如如不动的。我们佛性本来啊，充在整个宇宙虚空，如如不动，叫做不动佛智。哦，若心外有佛，我们的心以外有佛的话，不明信心啊，名为邪见人。哦，所以啊，心外没有佛，所有的万象万事啊，都是我们真心，啊，都是佛。所以要追求自己啊是佛的佛，哦，不要追求外面的佛，哦，假如说呢，心外有的话，名为邪见人，就已经呢知见不正确。只要我们一念弃真，一念弃入我们真心佛性离跟智同现，离就是本体所呈现的那个本体，智呢就是本体所发挥的那个功能作用。那么理智同时呈现，其名为佛。这个时候有一个名称叫做佛。那么一切知佛皆同自心，所有的佛都是我们的那个真心。一切众生呢皆同自性，所有众生呢都我们佛性。所以一念应真上面呢气入真，下面的应气入跟呢相应是有一点不同角度三世情境，过去现在未来都没有了，三世情没有智无出没就没有用智慧，不用了，不用智慧的，因为无我相无法相，已经到达佛了所以即佛果，佛的果位性无一处体无差别这个呢是讲到呢形而上的道。那么以此同体妙慧知佛心及众生心这个同体，我们佛性都是同体，不管众生不管佛性呢本来都是同体知道知佛的心及众生的心差别就在分别与不分别。那么如是信解不自欺诳，这样呢就不欺骗自己，也不欺骗别人因为真理显微非言说呢所显，不是呢言说神所能够显示要以身心自己体悟了解身心体悟了解那个粗浅的没办法能够呢身心体悟了解，就会整个佛性朗然现前，就呈现在眼前。勿呢穿凿异端，人家说的奇奇怪怪的话我们不要去穿凿，不要去跟他去探讨。勿迷陷邪心那个邪心我们不要迷陷进去。勿牢固斗争所以不要落入口舌之争，喙齿咧争烧争，烧书唔捌书啦，烧书唔卖赢所以勿故劳斗争那么底下呢就讲说由相是心，由形象来认识我们的心，能够认识外面一切形象，便知道呢我的心在活动。然后寻相会上心，寻着外面外面的一切形象，生灭无常，时时呢都在变。那么如果心随相转，心无主人的时候就失掉了心的存在价值
所以这个寻相就上心。那么知相得心知道相那个就是心。存相之心呢，意象而已。我们存相的心也变成形象。那么谓之心可污，就是不能呢把它谓它就是心，已经不是了，变形象了。那么假如相生呢，心生，相昧心昧，心和相勾结，不分呢内外主客的时候，则心呢变成另一种相。所以我们要知道那个心跟相不同。心是内，是主人；相呢是外，是个客人。所以我们要分清。所以只要落入那个外，落入客，那个变成相。那谓之心可污，不能呢称为是心。那么原心原来的心它是虚灵不昧，介然独立，就是没有依赖。虚灵不昧，了了分明，非常灵敏，形而上谓之道，那个虚灵不昧的呢，那个形而上的道。那么乾为父就是天父我以气，坤为母地父我以血乾坤呢就是天地，遗诸渺焉，我们的身体甚为渺小。鱼就是我，自然渺焉就水了。我们的身体呢，渺小，乃分难中处。虽然很小，可是那整个道都在我们这个很小的那个身体之中。所以不可吃的那个中那个身体中260中的中，却得到天地乾德而居呢天地之中。所以我们知道我们那个身体虽然很渺小，整个天地都在我们身上。故天地之塞无其体，就是天地间呢堵塞天地有形有相的本来天地是空的，可是呢被我们的形体堵塞了所以天地之塞无其体，我们的身体。那么充塞天地之间的一切都是我的形体。所以了解说这个如来藏含藏万事万物都是呢我的真佛性。那么天地之帅呢无其性当天地的元帅，率着天地的就是我的佛性，主宰天地一切之理就是我的本性。人之异于禽兽，我们人跟禽兽不一样的地方所在，全在于人的生命呢是理性呢和道德这个呢跟禽兽不同。因此人性是天地之帅，所以能率性就是率着天命而为是指以参战天地化育就是能够呢跟天地同时变化能够呢帮助天地处理万物。但呢前提是要呢彻底认清形象是假，佛性呢是真。佛性所具备的般若妙智慧要启发运用。我们平常呢都是用聪明，聪明呢反被聪明误我们因为聪明，所以误了我们都在六道轮回。所以我们呢不要用聪明，要用呢般若妙智慧。那么般若妙智慧呢不是有身体以后去学来的，它是本性所具备。所以我们要放下万年一念不生的时候般若才会启发。有般若呢就知道那个独一无二的那个形而上的道。所以我们这一段呢就是在形容这个形而上的道。那么十方之佛唯以一大事因缘示现在凡尘开示佛的知见，示佛的知见，悟佛的知见，入佛的知见先呢向众生现海。我们呢那个佛性呢好像大海那么宽广，
烦恼之中呢，开发我们一真法界，在我们烦恼性中啊，它就有一真法界，就是一个独立体，形而上的道，平等实相，都是平等实相，所有众生呢都一样，在烦恼之中呢，就有一真法界，就有平等实相，就有呢形而上的道。那我们呢，以为啊，要另外去找，其实呢，就在我们呢，那个烦恼性海之中，众生呢，佛一样，这个啊，就是啊，开佛之见。那么接着呢，就示佛之见，佛以所证得的佛圣、涅槃、解脱，这三个道理呀，显示与众生，众生呢同具。众生一样有最上的佛圣，有涅槃，有解脱，全部啊都具备，三德啊都圆成。那么在呢悟佛之见，领悟啊这个佛的知见，显示呢佛所成就的那个菩提圆满报身，使众生啊依之修习，悟入啊佛智，领悟啊进入佛的智慧。那么最后呢，入佛之见，佛的知见呢，众生啊皆具，我们皆具备啊，有佛的知见，其一生呢，圆中平等的大会，就是形而上的道，所以这个我们要了解佛的知见呢，之前呢，佛就讲，佛知呢，三际心不可得，佛见啊，不执着一，不执着一，所以角度啊又不一样。那么众生呢，被所知障碍而不得显现，这个形而上的道啊，被那个所知障碍，所以我们的所知啊，都是形而下的气，被这一些呢气，万事万物啊障碍，那个形而上的道啊显不出来。那么只要肯万念放下，再放下，一念不生，妄啊尽啊真就显。形而上的道啊，即能呈现，所以不是很困难，只要我们抓住啊那个巧妙，一定呢就可以契入。那么知佛以种种方便，言辞比喻啊，开导众生，实践呢慈悲，克制啊我们的私欲，专精的意志啊，建立功德，同成佛道，共得正觉。那么众生呢，需要呢自培啊信心，自己培养啊，自己就是佛的信心，不要向身外求佛，自身呢就是佛，身外无有佛，世俗啊善根，生死得本，那么使能悟入啊，修道的要义，知其如何修持，建立啊正确的理念，不被邪说啊所迷惑。所以我们现在啊，一讲出话来，很多话呢都不合真理，那个都叫邪说。然后我们不被邪说呢所迷惑，一定呢要认清真理。真如离体呀，离言结师。我们那个佛性的本体叫真如离体，叫一真法界。所以啊，我们要知道，他离开所有的语言，也没有私利。我们头脑的私利啊，也绝对私利不到。离言结师，不以思量分别啊相应。我们了解说真如离体啊，不以思想我们的那个头脑里面的那个思想言论不以思量分别啊相应，亦不以知染华相应。真如离体不跟染华相应。所以只要我们心染了尘垢，就跟真如离体已经结缘了，不相处在一起，所以一定要自己把那个染华、染了凡尘的万法、染了尘垢的一切，都去除了以后，真如离体才会呈现。持尽其妄心分别，妄心分别一定要持尽。则真体如如，真如离体不立一法，放下尘缘，使能契入。尘缘凡尘的因缘，
全部呢都放下，才能够契入。起心即错啊，动念即乖，所以不能呢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啊，就跟真如离体啊相违背心行处昧啊，言语道断心在想的，嘴巴在讲的，跟真如离体啊都无缘无分。那么知一切法离收所有的万法离开言说，离开能说，无有能说无有可说，离眼收相眼收相没有无有能念可念即离心念。这个导师比较转的有一点所谓的本质法以及呢这个自证法而此呢两种法皆是呢形而上呢谓之道本住本来佛性呢本具的本来的叫本住法，然后自证法就是经过完整的修正不管是顿教的55位阶的那个自己证悟的证悟法自证法这两种法然后呢才讲出来的，一个字也没收，所以依据就是本质跟自证。那么底下有说呢，这个向上一着千圣不传，就是要我们本身去实践那个没办法说的没办法能念的就不能讲出来就有偏差作为那个要全部都离开言说离开呢这个心念就唯有自己亲证自己亲证就是千圣不传那个不是说暗都不爱传，而是说没办法传，因为你自己没有证要你自己本身知道像喝水那个水是冷是热也要自己喝才知道所以那个向上一着千圣不传，若有能说所说即是生昧，是轮回法。佛示现在凡尘他不传给众生六道轮回之法，所以不讲那个有能说有所说的。那么了知一切心念即非心念念本无念，所以我们万缘放下，一念不生那个叫正念正念呢就是佛知佛见所以我们要了解，假如说有念的那个叫邪念不正确的念无可念念即非念所以知妄即真无说无念是名随顺真如，随顺的真如，然后言说的说出来这个是无言之法，以言显说了因言而入非即是言佛老师讲道本无言，非言不显这个言有不达呢，道无以明，所以老师也要我们详细说我们呢由详细说才能够了解进入，可是这个详细说都是勉强而说所以一定要知道那个随顺真如。那么当知离念离言说外别无真如所以就是真如，言说呢就是真如，所以这个角度跟前面上一堂的角度又不一样他把那个念跟呢言说已经融入真如离体这个体就是佛性的本体。那么随言，我们佛性可以随言，随言就是用有体有用。那么是故起心动念无非真如所以我们那个起心动念那个念都是真如都是佛性本体。我们差别呢都是在找，所以众生找有，以为实有心念可得差别是在这里在认为它是实有了没有我们呢要了解说念头生花了，起心
的，那个啊都是从佛性本体出来，可是啊它都没有形象在，要了解说这个没有形象在，可是呢它会呈现，这个呢以真空妙有来描绘。那么实有言说可行即是呢为逆真如，这个是我们众生的那个现况。那么既为其性允何可入？违背真如呢就没有办法进入真如。那么若要证入真如必须要离念，这个就是呢没有那个相就是离相的意思，没有心念，也没有那个眼收相，没有心眼相，所以呢必须要离念。那么当知离念呢非是将其心念断除，不是讲把心念断除，此须了知妄念本空。我们的念我们生发的念头本来就是空的，要呢空其成见，空呢我们所念的那个内容把它全部空，只要空了这个念就变真如，不空呢变相，着相，变着相我们就是凡夫，所以差别很微细我们要体会，而念实无可离就是真心佛性实在没有可离的地方，当体了不可得，不可得处呢什么得？这个呢就是永嘉大师说的那个不可得，不可得那个就是我们要得的东西就是在那个里面所以就写小刮胡就是不可得之地方所在即形而上的道微不微妙？很微妙很细就是我们都呢要进入这一种很微细的那个真理所在，因为差别都不大，可是呢一点点差别都不行，只要你差别一点点相跟性就鲜明的分开，所以着相呢那个就凡夫，离相呢就出佛，就成佛了很微细的差别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法非常的殊胜那我们呢只要都当体了不可得，都能够离相即是真如，就已经是真如了，即是一真法界即是呢形而上的道。那么假如真如假诸言说真如呢借着所有的言说那个假就是借的意思啦，借诸言说而说无分别义把那个无分别里面的真理把它都说出来，说真如里面没有分别没有那个分别心我们呢要没有分别心修正到没有分别心就成就成佛了依无能说所说而说，说即非说文字性理这个文字性理或者就讲说我们在呢那个这个四念处上圣的四念处就有讲观身性相犹如虚空，观受不在内外不住中间，观心但有名字，名字性理这个文字性理跟那个名字性理是同样的意思两个可以互相发挥这个名字性理无啦心嘛是拢假然后呢这个华的话呢不得善华不得不善华，这个是上圣的那个思念处。那么当体即空你当体当下呢就是空真空妙有。那么知妄呢消妄，知妄所有的妄假的都已经消失了，忘记了，不真呢何待一定呢就是真。所以只要妄念一空真如之体自然而显一切呢这个知法唯是呢自心
无有能见啊，亦无所见；无有能说呢，亦无所说。见佛闻法皆是分别。所以我们见佛的、闻法的，那个都是分别心呐。所以见到佛都是见到我们自己的心。所以闻到法，我们了解，都是我们的心，宽不宽广？都是很宽广。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之前啊，或者都时常会讲说，有时候啊，我们都有盲点。修道佛学博士也有盲点。那个台湾那个佛学博士啊，跟达赖喇嘛在纽约对谈。那个达赖喇嘛不举手吗？我们台湾那个佛学博士啊，说好，你请说，我可以问问题吗？那个佛学博士说，等到我说完了，你再问。这个你看讲出来的里面的法就在了然后第二次达赖喇嘛又举手，那台湾的佛学博士又请说，问题是啊，你讲完了，我都不知道要问什么。所以那个时候电视还不是很普遍的，我们都去电器行外面去看那个电器行放给所有过路客看。那个路边就看的人，很多人就议论纷纷啦。达赖喇嘛拍断个人的骨背，人咧讲人抓手。第二摆讲都袂记啊，唔知要问啥，他记忆那遐大，就这样反应啦。那或许看到以后说，这个行家在过招啊。他举手是说，你那个理论啊，对众生的帮助不大。你要告诉众生啊，简单的方法。那简单的方法就是没有能手了。所以那个我讲完了，你再问，就有一个能讲的我相，所讲的法相，有能说有所说，对不对？你看有没有法？法在里面的。有能说有所说，是不是生昧？是不是对待？所以那个佛不做这个生昧对待的事，所以他也就没有再延续他的能说所说，就讲第二个说你讲完了，我不知道要问什么，那个就告诉他，要问的是刚才已经过去，过去心啊不可得，那未来还没到，现在心不住，那个是要三心去掉，有没有法？你看，只要我们没有三心三世啊摄受我们不住啊，我们就没有六道轮回。我们有三心三世都把我们摄受了，我们就要在六道轮回。你看这么奥妙这么微细呀！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信念到没有三心？过去心、未来心、现在心。过去已经过去啊，你怎么拉都拉不回来。未来还没到啊，你不用策划，那个策划是身体要用的，佛性不要用，佛性不用策划。现在心不住了。你说现在那个过去啊2秒，现在搁过去啊搁2秒，现在搁过去啊，伊都未调了，断掉了。没有对不对？没有过去啊，没有未来，没有现在，我们整个佛性呢就呈现了，圆满呈现，所以叫现前一念，具备十世古今。十世古今当下一念，不是时常说嘛，要复习一下了，太极，所以要了解说，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都在用能手，但是我们都不知道。等下我做我再跟你讲，就是能手，我们不知不觉所以就是要知道说呢，在日常生活里面就可以我们做到没有能手，我
们吃饭有没有能手啊？吃饭要不要能手？可能又在吃手了。我要紧啦，你想看卖啊？哦。一真法界无有分别，那么不起分别即能见佛。不起分别就可以见到佛。所以呢或者师长都讲若无所见即使是真实的见理如来；若有所见即是邪见，有没有？所以我们没有能见，没有所见就见到如来了。我们有所见就是有能见有所见就是邪见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各位同学，我们都时时刻刻见到如来。为什么？因为我们无所见，没有能见，没有所见，如来都整个呈现了，有无？我们在当下有没有所见？因为不是我们的性温充在整个宇宙虚空嘛，对不对？然后我们无所见，没有能见也没有所见就是一真法界，就是真如。整个真如呈现在我们眼前，整个都是如来藏，含藏万事万物。我们是不是看到如来？有没有啊？那假如说我真的看到佛像了，那个是邪见。真正的都是无所见，无所见真空妙有都见到如来。我们都时时刻刻都在见佛有没有啊？就是今天才体会所以呢，我们了解到不起分别就能够见到佛。那个呢就是形而上的道了。所以形而上的道是不是很容易就呈现了？那么楞伽经呢大卫菩萨呢问佛，那个达摩祖师西元502年到我们中国来，就是带4本楞伽经，要传给我们中国人。因为楞伽经的程度很高，那个是菩萨法所以这个到五祖的时候就把它换成金刚经了没有传楞伽经。那么楞伽经里面呢，大卫当机大卫菩萨问佛说如何记住修行法，说如何才是一个真正的修道人。那佛就回答说有4种法成大修行。第一个呢就是观察自心所现，第二个呢远离生住昧见，第三个呢善知外法无性，第四个呢专求自证圣智。具备了这4种法若成就此4法，则得名为大修行者。那么佛又解说呢此4法的内容说第一个观察自心所现。如何观察呢？自心所现要怎么样来观察？为呢观这个三界为是自心，就是山河大地万象万事，全是呢真心佛性离我所，没有我相以及没有法相无动作无气来有为动作全没有无始执着过喜所心，呈现呢希望种种色行名言细无身心。菩萨如是呢观察自心所现，就是呢时时能够观察形而上之道就在这个里面这个呢
山河大地啊，万象万事，全部呢都是我们真心佛性。离开那个主观的我，也离开客观的我，所以没有我没有我这个是这个水有风土四大借我用的这个身体，离开这个以及呢我所拥有的环境，所以没有我相没有法相离我所我呢就是主观的我相。我所呢，就是我所处的环境，就是呢法相，所以没有我相，没有法相，然后也没有动作，没有去来，有为的一切啊，全部都没有。那我们现在呢所过的生活啊，那个是无始以来执着那个过去的那个习惯啊，所熏啊，然后呈现。我们现在在眼前的虚幻种种的色形名言，种种的色，就是形象，各种呢，行为，各种呢，那个名称以及言辞，都系乎我们的身心，都被这一些呢无始的那些过习所心，它所呈现，都是假的，要认清呢，这一些都要去掉，修持就是要去掉这一些，菩萨呢如是观察自心所现，就是能够观察形而上呢那个道，以及呢在这个里面。所以呈现那一些呢虚幻种种的色形名言我们都要认清，都虚幻不实在，都要呢去掉。实在呢就是真空妙有，就是形而上的道。那么第二个呢，如何得理生智要怎么样可以远离生智昧见？那么所谓的观一切法如梦幻泡影，所有的万法呢，都好像梦幻泡影。我们自己以及外面的他，就是外面的所有一切啦。即具皆不生，自他即具皆不生。自己的主观意识生发的，以及呢客观因素促成的，全部呢都不生。都没有生那个都是演技才呈现，演散就没有，所以妄见生灭。我们看到的生灭都是妄见，虚幻不实在。那么随自心量之所现那个外面的一切景象，都随自己的心量所显现我们心好现好的景象，心坏现坏的景象，狭隘呢狭隘的景象，宽广的景象，所以随自心量之显现，那个呢都随着显现，那个都妄见生灭，见外物无有，外面的东西全部都没有，因为虚幻不实在。可是我们呢差别都把万物当成真的。不知道呢，它一直在变化。那么见呢，知识不起，我们的心意识六根对六尘所有的事都不起，已经呢都能够了了分明，所以它不起事，不起这一些呢妄事，没有作用的事都不起，即众缘无积不会累积众缘。我们是累积太多的那个缘，所以才一直六道轮回不息。可是呢，我们要呢这个来观察远离生智昧见，都要远离。由分别因缘起三界，三界都是我们分别心的因缘起来的，本来就没有没有三界。就是因为我们的那个分别心所以才有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
那么如是观的时候啊，若内若外，一切之法皆不可得。这个时候啊，不管是内心，不管是外境啊，所有的万法，都消失啊，都没有，都是假的，皆无啊实体。虽然有现象，有事情，可是啊，变化很快就过，没有一个实在的体现在，所以远离啊生见，生出的见解啊，都远离了。所以不生见解，不生见解啊，就不害自己。六道轮回，那么正啊如幻性，完成的所有幻象啊，就好像呢，那个幻灯片，那我们正悟啊，这一些啊，幻象的影像，幻起来的影像，全部呢，都了解它虚幻不实。所以能够证悟啊，如幻性。那么即使啊，逮得无生法忍，这个时候啊，就已经得到啊无生法忍。无生法，无生呢就无昧，无生无昧就进入佛性本体。已经进入啊无生法忍。那个忍就是安住不动。不是说忍耐的忍啊，这个忍啊是一个。总相，忍耐呢是别相。那佛告诉我们没有众生相，所以就没有那个忍耐的事情。所以忍就是安住不动，在呢不生不灭的真理上啊，能够安住不动，就是得到啊，那个阿罗汉的果位，菩萨的果位，佛的果位，都是啊无生法忍。那么自在呢第八地。第八地呢就是不动，菩萨呢到不动地啊就不退转了，就不会呢，再退那个修道的心，那么了解心意识，我们要了解啊，我们自己本身的心意识啊是众缘际会才有，一样那个众缘消失啊，心意识也就消失。那么心意识有五华。里面呢就是有名，然后有相，有分别，有如，有正智，所以这个五相分别，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如正智啊，为什么也列入啊五华里面？因为它有相对待的，那我们的佛性本体啊是无对待，一真法界，所以啊这个如正智啊。是明对的，我们完成的那个明相。那么无我相啊，无法相，没有我的这个形象，也没有法的形象。那么转所依持啊，我们所依赖的已经转变，或呢意生生，得到呢那个意啊，生出一个身体。那大慧菩萨呢就问释迦牟尼佛，说以何因缘啊？名字叫做意生生，那佛就回答：意生生者啊，譬如欲去啊，我们的欲啊要到哪里去？四极啊无碍，非常的快，都没有障碍。像我们在这边说我到板桥火车站，我们一下子啊，就到那个板桥那个高楼啊火车站那边去了。那个就是啊，速度很快，没有障碍。名叫做意生生，譬如啊心意啊，及无量百千有形之外，意先所见啊种种之物，念念相续啊，即欲于彼，佛呢又做了这个解说，说呢无量百千有形，一有形啊，30里呀，行远啊，百千有形的种呢，你伫咧种的所在。捌看到物件，迄个物件即马咧，佫互你想到，你的意念，想到以后，迄个意啊，意生生意就去在遐去啊，很快，非是其身呢，其山河石壁啊，所能为碍，拢袂当阻碍啦。那个意生生啊，很快的，就到达你意要去的地方，是很快。
一生生者啊，亦复如是。哦，我就讲一生生就是这样。哦，如幻呢三昧。哦，那么这一些呢就是如幻。如幻呢，就是要了解啊。哦，那个都是很快啊，景象就消失。三昧呢是正定。哦，那个这个正定啊，也是正悟里面的如幻。就是不要住了。哦，虽然有那个一生生啊，非常殊胜很好。可是呢，那个也都是还没有直接啊到达佛地。所以用如幻三昧啊来称呼。利通呢自在。诸相呢庄严。一本成就呢众生愿故啊。就是所有的佛菩萨呢都有本愿，就是呢度化众生成佛。犹如意气呀。生于一切知圣众中。在所有圣人之中，跟所有圣人一样呢，要度化众生，要使众生呢都能够成佛。是名呢菩萨呢得远离啊于生住灭见。这个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呢，如何观察外法无性？外法呢万法，它全部啊都没有本性，没有真心佛性。会观察一切法，如阳焰，如梦境。那个阳焰啊，就是迄个火堆顶头所看到的迄个迄叫做阳焰。即马7月到拢有咧普渡，人咧烧金纸。你看迄金纸的顶悬有迄个气色，迄就是阳焰。阳焰啊，就在那个火堆的上面就呈现。呈现的那个阳焰。梦境就表示这一些啊，都是虚幻的，不实在，不能够呢实际啊存在的。那么无始戏论啊，无始以来它都是戏论，演戏的台词啦。所以要当演也要背台词啊。那个都是演戏的台词。种种那个执着希望恶习啊，为其因啊。所以它的因啊，就是希望恶习。那么如是观察一切法的时候啊，即是第四个专求自证圣智。我们就是要求我们自己呀证悟那个圣智啊，就是萨波罗啊，就是性海啊。萨波罗。那个就是陷海。正入呢我们的陷海。这个专求呢形而上的道。那么记住啊，如是四种法，即成大修行者。我们记住了这四种法，才真的叫做一个修行人。那么大慧菩萨又问：为言语呢是第一义，为所说呢是第一义。佛告大慧：非言语是啊，亦非所说。所以言语啊不是第一义，所说呢也不是第一义。那个都不是。何以故？第一义者呢是圣智内自正见。就是我们已经到达那个圣智，已经到佛了。到呢这个神圣了。内自正的境界。第一义啊，是已经证悟的时候才呈现。非是言语分别的自见。用言语分别啊，不能够显示啊，第一义。所以第一义啊，很深。那么佛言，言语者啊，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言语。起昧动摇，辗转因缘生啊。我们的言语啊，就是起昧动摇，辗转因缘生。若辗转因缘生啊，于第一义啊，不能显示。第一义者呢，无自他相，言语有相啊，不能显示。第一义者呢，但为自心。种种外相呢，皆悉无有。所以第一义啊，就是形而上的道。那么信道呢贵独，守道贵坚。
那么道是再生呢，如生命啊，是不可失，不可以外物啊，移其次啊，不因世俗易其超，而后能安以贫贱啊，居以下位，不羡慕啊人的繁荣，能做呢君子，就是一个人格呢很健全者。道不离人，人自离道。狂心若歇啊，歇即菩提。放下万缘啊，即如佛。那我们郭老师也说，常明般若妙心啊，勤此智慧利剑，了悟真法，明彻假解，明心见性呢，广行功德。我们呢在这个显示啊，讲的时间呢比较快，还有10分钟，我们在心中呢讲完刚好这个下课，那留10分钟可能要给各位发挥，各位有没有要发挥的啊？这个听了以后啊，有什么感想？那个七情处面言语道断，就是我们心里想的，给他说出来，那就跟道相应。心行处昧就是我们心一念接一念，心行啊，就是心的一念接一念啊，心的一念接一念，那个地方所在啊，已经消失了，昧啊，已经没有，就是你要用心来想，想不出来了。言语道断就是我们要用语言来把它描绘，那个用语言已经没有办法讲，已经断了，无法度所以叫言语道断，心行处昧。普通在讲这2句话的时候都是在讲形而上的道，才会用这2句话。就是心念一念接一念叫心行，那个心行处就是地方所在，就是不能一念接一念，你一念接一念再怎么想都不对那个言语道断就是你怎么说都要断掉，不能讲，一个不能想，一个不能讲，叫做不可思议心行处昧，言语道断叫做不可思议。所以之前假如说各位有看那个 DVD 我就问他们说我们不着有，也不着空，不着亦有亦空，也不着非有非空，请问什么状态？就是不可思议因为没办法去思，没办法去议论，它叫做心行处昧，言语道断，就是这样，这样把它贯通。听的跟心中有没有一样？有没有一样？不一样。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没有关系训练我觉得我们这一班程度比较深，有讲是很快就讲过去。那新庄那班有讲是有细部的在解说，还有我们不懂的有问。所以我觉得在人事地不一样，刘老师讲的东西不一样。那当然，我们在场的人受惠都是在场的人。那我觉得都跟对自己帮助很大，宽广度还有那个，就是我觉得会把自己很快的拉程度拉上来。
那如果没有啦，因为我没上班啦，就是我可以这样跟的，因为我觉得如果跟一般的话哈，跟一般的话，有时候有些角度会听不到。那当然跟了班以后回去还是要自己看，因为这一章我已经看好几遍，因为我觉得或者是根基程度很不好，所以我觉得我必须要这样对得起我自己。那我觉得很棒，真的，不管 PPT 还是这一章，都可以让自己提升角度很多。可是有些同事，我们的业障跟程度都不是很好，你怎么一下子就要把大家拉成这样？啊，没有，我觉得我的业障没有，我觉得这个是很高程度。而且同一光才2年，他们2年就可以做，可以这样子上。不能用视力来看。还有5分钟啊，有没有要发挥的？好，请说。刚才讲的那个后讲还没有记下来，什么司机龙蟹，还有什么生动好，那个是或许在这个同一宫啊，告诉他们说，我们先呢做万年放下一面不深，然后慢慢深入，深入的时候深入到已经我们把那个整个妄啊都去掉了，它真已经显现。真显现的时候啊，那个司机而龙现。司机呢，就是我们安居在家里，没有出门。龙现就是神通万物了，就是我们人在家里住不要出门，外面天底下的事啊，我们都知道。只要你能够万年放下一念不生你深入其中的去探讨。它就有这一种那个内涵在，就有那个司机而龙现，那个烟默而雷声啊，烟就是生烟，默就是静默，那个就是表示你在日常生活之中啊都没有妄，妄已经尽了真显，真显的时候啊，就是众生平等，把那个德啊，都整个呈现出来。那个道德感人啊，就好像打雷、淹没雷声、大雷打雷的声音，很震撼，让大家呢都很震撼。这个德怎么培养的这么大、这么多？然后神动而天随呢，就是只要我们动了意念，意念呢就是神，神动呢天理啊都跟随，天理都跟着，那个是鼓励他们朝这个方向。深入其中，深入我们佛性啊，里面有这一些学问在，比较深一点啦，可是要先慢慢培养。还有吗？就问会进步比较快。他一问了以后大家也会说，你的问题我也有啊，只是我不敢问而已啊。他一提出来的话，大家都会多多少少啊，那个知识的广度啊会增加。大家跟重生期望重新启用。重生期望，重生期望，那个重生期望呢，跟重体启用，那个都是我们佛性的那个两面啦。因为是在讲老子的处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贤啊，贤之又贤，众妙之门，在那个时候说的。重生呢，就是从我们的佛性本体
起旺啊，就是从我们的活性功能作用，活性的功能作用啊，我们把它当成旺，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住相，从真起旺就可以反旺归真，然后从体起用啊，就摄用归体，它都是两边的，一个体一个用，一个真一个旺，它都是相通。然后我们用文字的时候不同了，真我们就很喜欢，旺我们就讨厌，体啊我们又比较保守住，那个用啊就比较看清。老子是把它说，此两者是同出的，异名不一样的名称，同样都是从同根源出来，从感官根源，所以我们就是要认清，知道真的，我们要保有，忘的我们要摄忘要归到体，又使它归到真回来，用摄用又归体，这样会吗？就是我们拿钱去买东西呀，你买东西用只有一次嘛，买急了当摕去啊，对不？你敢会当去买？再去买落来去摕啊，对不？还要再重提啊，重提再启用，对不对？不能说你这个买了以后又全部把人家抢回来，不可以啊，所以那个用只有一次啊，那个旺啊，一出去呀，那个活性的功能作用用出去呀，也一次的，还有了解哦。这边呢，感谢各位同学，或者几位学长。我们呢今天讲这个弦而上啊谓之道，弦而下呢谓之气，这一章讲义啊。因为上个礼拜或许有说呢，鼓励大家呢看34片的那一篇这个 DVD， 因为把我们修到的这个最高层次啊，要修到什么程度啊，都在34片啊，讲出来。那可能呢就是划太高了，所以那个台南同义公一听了就打瞌睡了，而且还蛮整齐的，10之7、810个拢7个8个拢在看，听多了。收多是咱家啦，因为同义公它地方很大，所以或许有跟他们说或许开始讲的时候可以开冷气，所以冷气一开等到它全部一冷到后学的身上来已经下课，所以那个冷气就没关系了。这边的冷气一开这个杀伤力很大，可以说隔天礼拜六我到台北车站，我连站都站不住。我跟学姐说，我们不要下去了，我这样下去怎么讲？然后我就坐在那个酒酒衣啊，然后想一想我24年讲课从来没有切过一次课。我说拖命怎么都爱落来，我说好了走了，我们可能会变化，然后这个学姐一到同义公就跟那个超主讲，说我状况很不行他马上把里面那个电扇所有有插头的都拔起来，能关的都关掉。我一开始讲课真的出不了声音了，那声出不来，跟在家里讲同款。先有慈悲，我讲一句话尔马上搁接落讲，搁直直讲，搁讲到煞，讲到下课。所以那个上个礼拜那一堂课真的很奇迹后学都说很奇迹，我都自己没有把握了，我连下去坐车都没有把握。
人都无法度记载得掉，很难过，可是就是印着24年啊，没有缺课的，为了要领那个前行奖金，所以就硬着头皮下去，真的能够讲到下课我跟学姐讲奇迹，真的是奇迹，都想不到。他回来马上就到基隆打点滴，没有回家了，就直接载到基隆去打点滴，吊点滴。所以那个冷气的杀伤真的对我来讲很厉害我也没有感受到说，从讲课以来也没有感受到说这么严重到没有办法支撑，跳不掉，让我严重，跳不掉，等你等那个功课都等。所以我就都讲，假如说你在里面感到非常热，外面有冷气就在外面听。你要受煎熬跟后学一样的话，要想得到上乘佛法，就在里面。这个上天一定会给你有所领悟有所这个修持进步，绝对会有的。所以而且就因为他们打瞌睡，所以在写贤而上位之道，把那个最上乘的修持佛法，用最简单的方法，最容易做的方式把它讲出来不是那么深只是说我们都没有去碰触到这一块这么上升的佛法所以各位一定34篇那一篇一定要看，那个都把精髓那个我们修道要到达什么样的那个程度全部都讲。就是因为大家在困，所以才写一张伊若卖困一张我就袂写。所以这一章呢，就是因为他们睡觉才写下来。结果这个上个礼拜讲的时候是没有按照这里面讲的，可是我跟他们讲说我们自己一定要知道，最上乘佛法我们都听不进去表示我们业障很深，障碍都把我们障住不让我们听，所以听纵然有听也不懂，不了解意思，那个是我们本身的障碍。所以一定各位要了解到，我们要突破这个难关，这一些自己的障碍自己要克除。只要你反复一直听那个障碍就无去那个意识就造出来，意识造出来咱就得到一得就永得啦。你一届得到最上乘佛法，唔免讲个得到什么几大，一届就好那绝对不会忘最高程度的那个上乘佛法都呢很明显的很浅白的把它讲出来所以那个开头就讲知者不言，知影也不爱讲言者不知，你讲的都唔知为什么会知者不言？因为伊知影的讲这个叫殊胜，这么华，这么殊胜的华，怎么讲都已经会有瑕疵啦，拢会有淡薄不掉迄个认真在讲的迄个说者言者不知迄就是讲拢伫咧讲形而下，拢伫咧讲现象，拢伫咧讲人事，拢讲凡尘没有到最上乘所以形而上都没有啦，都是形而下你形而下谓之气万象万事你咧讲万象万事迄个增加咱的成果咱的烦恼增加一大堆所以言者不知就唔知影你讲你就是唔知影啦你若知影就免讲那免讲最上乘
无言之法，哦，已经到虚空无相，哦，虚空无为，整个佛系呢都融入整个虚空，它都没有名也没有相，哦，非常殊胜的，哎，就是因为哦，要把这个最殊胜的这个方法讲出来，所以或许体会啊，哦，这个身体不怎么哦，安尼强壮哦，也是应该的。所以哦，就是要了解到留业论生啊，哦，诸任众生的话，就是你要呢自己要担当，要有担当啊，哎，所以一些苦啊，你就是要吞下来，哦，还要能够利益大众，哎正确的道路，正确的理念，哎，不能哦走偏走歪，哎，我们哦一走偏了得枉费我才的心。哦，所以要正确正面，哎，那我们呢这个等于是已经3个地方讲，在这个丁氏佛堂，你要讲丁氏佛堂可以啊，哎，还有那个显示佛堂，还有王氏佛堂，哎，我们3个地方呢都讲同样的，这个形而上谓之道，这个形而下谓之器。那因为最近或许又听南部的道亲在提起这个天命的那个晃命天命的事，或许想说又是灾难，大家又是道尊你争天命争了。我说争这个没有用不会成佛。你纵然领了点完师那也是你的使命任务那个争这个没有用有没有领那个都无所谓上天不会只有照顾我们台湾2300万，大陆有13亿的人口，一定也要照顾所以往后一定会老水还潮。大陆的大批人他们都无神被共产党教育无神论。那我们要去跟他们讲，有神有鬼，有因有果，要他们能够这个在人生的道路上修持，能够呢离开这个苦海，一定会有这个时机可现在都还没有成熟大概还要一段时间现在都一些那个开荒者这个开荒下种，一直在那边也蛮长一段时间那只要你太嚣张了，那个公安一定把你抓了，把你所有的财产没收，把你驱逐出境，几年不能再入境，5年，对，所以现在还蛮严格的，还要等到就回想到我们台湾开始办到的时候不是警察都会来抓吗？警察会来抓，所以那个时期也一样要熬过。那这个时期求道的，就是它的根基特别好，不一样。跟我们台湾呢，像我们这一代的那个时候都是身家清白、品性端正才可以求道。所以留下来，或者有时候看到老道亲呢，都面熟，就是这一批人。那中间那个很容易求道的那个就很容易流失掉，他不重视那比较经过那个困难阶段的都比较会重视，所以我们了解说上天这个用意那现在会给很多人领这个天命大家要对这个有印象我们有领了这个天命，当点完使命任务以后呢，要回去点道的在大陆点道，所以不要说一下子就自大骄傲起来，所以那个时候或许跟老天在一起老天都最头痛就是这个什么点完师的德性都不培养。他老天们说这么多点完师怎么样去这个教导他们这个都是很难，老师一直要求，所以或许才会在那个六祖坛经里面会提到说只要点完师的德性不够，
求道人的根基也不好，那表文都不会升天，所以这个讲出来哇，这个风考很大，那个时候都有点就去质问了，为什么这样讲？那可是确实啊，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在台湾，假如说你带着要求道的人去求道，然后文表的时候，表文都没有升天，出伏在香炉的大化里，那个三官大帝没有来接，等于是那个求道没有效。他为什么会知道这个事？就是因为有人他认为他已经求道了，结果表文没有升天，他就云宝师带去开法会。开法会的时候，那个主办的点燃师被那个仙佛来接洽的时候，说怎么把没有求道的带来开法会？那个主办点燃师吓得就赶快去问他的那个引宝师他说有求啊，在什么佛堂、什么所在求有。结果一调查出来就是表文没有升天，这样我们才老先那个时候跟我姐讲的才印证表文不升天，求道没有效。所以往后你们带人去求道，一定要看表文表的时候，我那一股气全不一定欠你。那个有表示三官大帝来接那个表有效，他已经接到第5区，把我们生死簿的名字勾掉。那假如说是没有没有的话那一定要重求，一个床去摆佛堂，摆个点燃书过去求看嘛，看会升天的。迄表若未升天，你的求都拢无好。所以要知道，你现在带人求道，表文没有升天，求道没有效。那你可是那这个以后就会有很大的问题。这个以后就会有很大的问题。现在就已经有问题了。不要说以后，所以我们就是要经历，看看你带人去求道，你就要看看那个莲师在文表的时候有没有一股气冲上去，有的话才有用没有的话你就要去想办法，找一别个文堂、别个点燃书，不再求看嘛，看看有没有那个机缘错。诚心所感机缘错为三官大帝就来接那如果说是我们带的人，那我们之前都没有去注意到这样子，那以后是本身我们自己，我们带人家去求道拜拜，那这个我们又不知道，之前我们都不知道，那我们也不知道哪一些人我们带的这个。对所以这个迹象都会显示他有没有得到你在他的那个生活那一些细节当中，你去观察他有没有得到了，有得到了，玄关窍点开，玄关窍点开会有修持了以后会有般若妙智慧，那么他的人会有改变。所以引宝师要负责袂使讲讲带来求道都唔管啦。这个是提醒各位就是在往后办道的时候，就是要注意看看表文有没有升天。假如说没有升天的话，那个求道没效，没有效三官大帝没有接他不会拿去那个地狱去把那个生死簿的名字勾掉，不会，他还在生死簿里面，所以他一过世了，到地狱去了。这个上天不会讲钱，不会讲人情，
哦，袂甲你讲啊，你跟我较好啦，啊，无要紧啊，你来啦，不会那样的。那你要这些事情，像有一些人，哎，还要自己看着办。哎，很多事情啊，都要当家做主，自己看着办。那你老师本身也是要担水的。就是要你要以后你就是要要渡人求道，就是要知道这个现象。那往后假如说我们台湾都没有人要求，我们台湾会先涅槃。哎，然后现在是东南亚很兴盛，你要求的话，坐飞机到东南亚去求，到外国去求。你知道可贵的话，那个也值得啦。所以呢，或者就把那个天命啊，就在开头就表明说天命啊是为性，这个是明明白白记载，天命啊就是我们的真心佛性，我们的真心佛性呢就是天命，那个是永远的，不是说像现在0.24啊领天命啊办到啊，那个是暂时的，是这一段很短时间要用的。以后啊，这个到涅盘就不用了，就不用你这个天命，所以我们要了解，知道这个天时啊。那么天命呢是为性，这个指明人生之本，我们人生的根本啊就是天命，就是我们的这个佛性，天性啊之源，人道呢之所有成，人道怎么来的，就是从天命来的。人之性呢，只是太虚混元之气，去机增减，所以这个太虚混元之气的气跟我们理气象的气不一样，这个气是在先天，我们那个理气象的气是在后天，所以不一样，所以就写气居增减，在增减，就是呢。跟我们的那个佛性本体天命之谓性的性就是一起的，这个机在增进。那么说机称性，我们在讲说呢，既然称天命之谓性的性，则是恒常之说，都是永恒，常住，不会变化的，永远都在的，就是呢我们那个天命的性。那么实测三际这一个性天命的性它呢通彻呢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就是贯穿整个时间空间呢全部都贯穿，那么圆觉经呢也有记载，说启发呢自心呢闻思抉择妙慧，这个我们要了解到自己本身呢就是文殊菩萨，然后后面呢圆满自信普贤恒沙功德，那个是属于贤，我们呢自己的本性就是普贤，所以呢文殊普贤就在我们身上那个示现文殊普贤示现在释迦牟尼佛身边那是给我们看，给我们了解。说我们都有那个释迦牟尼佛的能忍寂寞，然后呢那个文殊就是我们抉择妙慧，然后普贤呢就是呢恒沙功德，都在我们自己本身之中不是在外面，不是呢外面的那个三圣佛，不是，是我们自己本性之中，所以我们要启发我们自己本性。我们自心的文殊，要呢圆满自性的普贤，都在我们自性，都在我们本身，没有在外面所以引进来，到达我们的这个心里面来。所以底下就讲头轻之以浊水这个水不得不清，然后头佛想以还心还心不得不佛。所以我们整天都是还心所以当还人。当我们整天都是佛心那我们整天都是佛。所以看我们要当众生呢，还是要当佛？
我们自己可以做主张大部分我们都选择当众生较侪代志好做，做佛就无代志，去坐红家做对做众生代志较侪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呢，当信自信，要相信我们自己的那个真心本心，我们自己的本心就是佛菩萨。所以要知道所有那个成就有名有相的这一些佛都在我们现分里面，那都是我们本心都是我们的心所以我们的心就是佛就是不要怀疑，要相信相信自己的那个本心，无依助现就是没有依赖。我们当众生都有依赖我们依赖这个金钱，依赖环境依赖所有客观的一切。可是我们的佛我们本性佛全部都没有依赖，他都能够当家做主，你能做主然后可以发号施令使我们行之作恶整个都在佛性的那个指挥之中。那这样本身就已经都成就了都已经进入这个大涅槃。所以我们无依诸信妙慧解脱是自闻思我们自己就是闻思菩萨。疑心无依诸中无自妙理，有自在的分别咱的那个佛性本体那个无助的妙理伊有那个分别，就是了了分明的